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6月6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全球資本市場。昨天星期五，全球資本市場迎來一個巨震，我也只能說是巨震，可以說是叫真正的黑色星期五。昨天納斯達克單日暴跌1121.53點，收盤跌幅4.18%，道瓊斯指數跌1.35%，跌了695點。標普500下跌200點，跌幅2.6%，三大指數全線重挫。這個納斯達克單日暴跌1000點，這個是特朗普上任以來，應該是我記得他4月份不搞過一個叫什麼，還是3月份，就2025年關稅大戰，給各個國家不是加50%，就是加100%。關稅大戰那一天，全球股市暴跌是吧？那一天納斯達克跌得比較深。但是後來他也返回去了，是吧？那昨天星期五，反正也沒有特別大的什麼壞消息，納斯達克也來一個暴跌，這一次跌幅就跟上一次的跌幅差不多，給人感覺是崩盤了。你盤面看，近期大熱的什麼芯片股、人工智能、半導體板塊就是崩盤走勢。費城半導體指數單日大跌10%，這個半導體板塊不就是最近那個 AI 的吧？牛市，這個當紅炸子雞，結果創下2020年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。全板塊單日市值蒸發超1萬億美元，具體多少其實不重要，重要就是大家就記住了，昨天美股科技股一輪暴跌，以前最火的那就跌得最厲害，哪個火哪個就跌得厲害，給人感覺好像是泡沫破了。關鍵不光是股市，昨天其他的市場也是一頓暴跌。先說這個黃金單日大跌3.28%。收盤跌至4328.7美元每盎司，也就是它已經把2026年上半年所有的漲幅給它抹掉了。2026年上半年不是漲得挺厲害的嗎？沒了。這個黃金我記得最高是5600美元每盎司，就大概那個價位，那是它最高點是吧？那現在跌到4300，那也已經超過20%了，也就是按照炒股的這理論，它回調只要超過20%，那就是熊市，這個大家要注意。也就是說，黃金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，它現在已經進入熊市，有很多被套的人，那你就等着什麼時候解套，那就等下一輪故事什麼時候開始。黃金，反正全球的黃金就那麼多，好像全球的黃金把它全部融化放到一起，是個多大的立方體？我來查一下，現在有人工智能就是好，我就隨手就一查。要不然我就是坐在那兒隨口編不太合適。這個人工智能告訴我，22.5米這麼一個立方體，反正不到23米立方體，長寬高23米。你看全球的黃金就這麼多。我說這個什麼意思？也就是這黃金如果在那些巨頭手上，那黃金的價格是吧就要漲。現在黃金到了這些牛馬韭菜手上，這通過這3年啊，牛馬韭菜蜂擁而至，開始買，開始投資。但牛馬韭菜手上的黃金越來越多的時候，我說的不是中國，是全球都一樣。你手上黃金多了，這機構這些大鱷手或者各個央行的手上黃金少了，那這黃金價格就開始跌了，對不對？要不然怎麼割韭菜？就像潮汐一樣的，對不對？等到黃金價格暴跌，黃金慢慢流向央行或者各個機構、各大巨鱷的手上的時候，它黄金價格又上來了。這時候牛馬韭菜也跟着後面去買。只有這樣才能收割牛馬韭菜，說明收割。很多人認為自己很聰明，去買黃金，這一下被套，恐怕要個10年8年吧，或者你等下一輪故事怎麼講？這個黃金我在以前節目說過，它漲和跌你根本就摸不透。美國和伊朗打仗，按道理黃金得漲，地緣政治動盪不亂了嗎？亂了金價就要漲，結果那邊一打仗，這金價還下跌，你說這叫什麼事？好吧，美國和伊朗現在大戰的氣氛溫度降下來了，它黃金又跌。你沒法說理，你說什麼黃金跟地緣政治有關，地緣動亂，政治不穩，那黃金價格就漲，這完全不是這麼回事。當然了，你還可以找到別的說法，是吧？什麼美聯儲要加息，另外一回事，我們一會兒再講。也就是黄金一輪暴跌，那白銀也一樣，白銀單日暴跌8%，上一周白銀一共跌了10.4%，白銀好像破了70，那是個重要關口，已經跌破70了。黄金白银是吧，都是走熊市了，記住了。實際上上個禮拜就很多國際機構就開始唱空黃金了，去年都是唱多黃金，黄金要到6000到8000，现在一跌它都開始唱空了。那不光是黃金白銀，比特幣那更狠了，比特幣昨天晚上跌破6萬美元大關，
好像是創了近4年還是5年的新低，近5年應該是。我記得那個比特幣最高到12萬、13萬。我說這個什麼意思？也就是你這2年你投資黃金、白銀、比特幣的，什麼加密貨幣的，恐怕日子都不好過，就短暫的快樂是吧？你快樂了沒多長時間，現在全夾住了，手莫伸，伸手必被捉，对吧？這個錢還沒捂熱，又如數奉還。你炒比特幣的沒有賺錢的吧？現在從12萬跌到6萬，腰斬了，腰斬的不止。黄金從5600跌到4300，還要跌。所以我一直說，小韭菜、小散戶想靠這些東西賺錢，買這些東西一賣賺錢是挺難的，不太容易。但有人說我就是在漲的時候賣的了，我及時止盈，那你厲害，真的是有這樣的人，賺點錢他就跑了，可以。這樣的人就怕那種一根筋一直買。现在上海建工爷叔那样的，你這一套就10幾年。原油也跌了3%，這個咱就不管了，原油咱們很少參與，很少關心。這全球的資產，主要資產也就是咱們叫金融消費者、賭徒最喜歡玩的這些東西，遭遇黑色星期五。最主要的還是股票，美股裡面最主要是人工智能相關的股票，這個漲幅巨大，所以昨天跌的也比較厲害。你看英偉達啊，下跌6%，英偉達市值蒸發3300億美元。微軟跌了2.7%，它不算多是不是？美光科技大跌13%，美光科技不是做存儲吧？英特爾、閃迪、西部数据跌超11%，高通、AMD 跌11%，博通跌8%。這裡面中概股也是暴跌，納斯達克中國金融指數跌3.5%，百度跌10%，世紀互聯、金科能源跌9%。阿里巴巴、小米跌4%，小鹏汽車、蔚來跌5%，加上昨天白天是吧？亞太股市、韓國股市是熔斷，是吧？三星電子、SK 海力士雙暴跌，三星電子收跌6%，SK 海力士暴跌近10%，SK 海力士市值跌破1萬億美元。但是就這麼暴跌，存儲3巨頭的漲幅還是很可觀的。美光2020年到現在漲了250%。三星電子漲了175%，SK 海力士漲了220%，也就是往下跌一跌，毛毛雨。相对于它漲幅來說，那美股為什麼跌？當然了，加密貨幣、黃金、美股跌，它們一個共同的原因，這就是美聯儲非農數據。那這個我們一會兒再說。我們先說美股為什麼跌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它的預期，這個也說起來也挺滑稽的。非常，美國的芯片巨頭博通好像正好昨天公布它的業績。導致博通也股價暴跌15%，但是細細一看，這個博通的業績非常漂亮，它僅僅是就沒有達到那個預期，叫超預期。該公司預計2026年第3財季芯片銷售額為160億美元，這個160億美元，它實際上已經增長了多少了？但是因為沒有達到好像預期，好像是163億，就反正少一點，所以說就一頓暴跌。你說這叫什麼事？分析人士認為，博通股價大跌的主要原因是市場此前對其業績預期極高，任何低於預期幅度的業績指引都可能觸發獲利了結。在此之前，博通股價持續走強，截至周3收盤，其股價較4月初的低點累計漲幅超過65%，今年以來累計漲幅接近40%。這個博通人家第3季度160億美元是同比增長200%。那也就是這個業績是挺嚇人的，但是不好意思，你下的不夠，沒有達到什麼163億美元，所以它就莫名其妙一頓暴跌。你說這叫什麼事？這更像是獲利盤，趁機獲利了結。我說的什麼意思？我說的就是說它不是這個業績原因，恐怕還是情緒。下面有他這麼說的，他說作為增長核心的 AI 半導體業績指引略顯遜色。博通預計3季度 AI 半導體收入約為160億美元，同比增長超200%，但低於分析師預期值172億美元。你看看，才少12億美元，它一頓暴跌嗎？當然了，還有的分析師給的預期更高，也恐怕是180億美元或者200億美元。總之，你只有160億美元，你只增長了200%，不行。所以說垃圾，大家就拔腿就跑。你說這叫什麼事？那麼大家都知道，昨天美國的这些資產暴跌，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強勁的非農數據。昨天5月，美國非農新增就業是17.2萬人，
市場此前預期8.5萬人，這一下翻倍了，實際新增數據足足高出預期1倍。就因為就業數據大幅走強，讓市場高度擔憂美聯儲重啟加息。數據落地後，美聯儲10月議息會議加息概率飆升至60%，12月份加息概率上行至70%，年內降息預期徹底被推翻。也就是你別指望着今年降息了，今年現在是加息預期了。因為美元要加息，所以資本市場就暴跌，美元指數走強，美債也走強。也就是昨天美股是黑色星期五，所以说连特朗普都驚動了，特朗普立馬在真相社交上發帖子安撫市場。他說，鑑於剛剛公布的出色就業報告，股市理應上漲而不是下跌，過去200年來一直如此，增長並不意味着通貨膨脹。一個國家如何才能真正偉大？特朗普還說，他希望看到利率降低，但利率決策將由美联儲主席沃什來決定。好了。首先從表面上看，是因為美國的非农数据太好了，美国有通脹的可能，那麼降息就別想了，年底還要加息，所以給狂飆突飛猛進的美國股市當頭一棒。所以美國股市昨天來了個黑色星期五，表面上看是這個原因，是吧？而且跌幅很大，比去年特朗普發動的這個貿易戰跌幅要大，差不多大。那好了。實際上是這樣嗎？實際上我覺得是這個原因是之一，因為畢竟半導體、人工智能這一段時間是吧，漲幅巨大，導致什麼？導致大家都像驚弓之鳥，因為現在還不停的有機構在唱空是吧，在提示風險，說現在美股這種積累的風險已經超過了1929年。那還有很多人說美股現在的這個泡沫啊，早就比2000年互聯網泡沫要大了，各種說法是吧？所以說我覺得投資者肯定在裡面賺了錢。但是一個個的精神高度緊張，也隨時要跑，但是也不想跑，因为是越往上越刺激啊，越往上越甜，越刺激，所以很多人也不想跑，不想提前離開這個宴席是吧？但是又做好了準備，隨時跑，一看到動靜不對，馬上奪門而出。所以說昨天非農數據就是一個信號，那很多人就開始奪門而出。跑吧，先不管什麼情況，先出來再說。所以說美股一頓暴跌。我個人的觀點，我不知道美股這一次是不是人工智能泡沫破裂，這我不敢肯定。但是我可以肯定，它這次調整恐怕還要點時間。調整完之後，保不齊它還會再起來。我為什麼這麼說？因為它畢竟英偉達、蘋果，還有剛才博通這些，這人家利潤是實打實在那擺着的，它只是增長極限增長增速沒有達到很多人的預期，馬上人家就跑。所以我剛才說了半天，這個你看它業績都沒有問題，那我想它恐怕目前就是一輪叫回調，因為前期漲得太大，很多人本身驚弓之鳥，隨時要跑，現在它跑出來，那隨着大家都往出跑，那這肯定股價要下跌一下。按照華爾街的說法，這叫交易擁擠，大家都擁擠到這一個賽道裡面來了。現在這叫調整，泡沫太大，所以我也不能說這就是 AI 泡沫破裂，不能這麼說。但是它後面調整肯定是有的，往下調。這是美股，那黃金、白銀、比特幣這玩意兒就不知道了，因為那玩意兒它也不生息，它沒有利潤，都不知道那炒的什麼東西，對不對？講的是另外一種故事，是另外一個邏輯，另外一個敘事，那沒法放到一起分析，對不對？因為那玩意兒放在那沒有利息，你博通，對不對？你買英偉達，你買這個，人家有實打實的業績，每年掙多少錢，掙了這個錢，要麼分紅，要麼人家回購自己的股票。把自己股票一回購一注銷，那股價又上去了。他這一套是說得下去的，能夠說通的。所以說美股保不齊還要回來。這個同樣日韓股票，包括韓國綜合指數，它也可能要面臨着回調，但是調完了恐怕還要起來，因為只要海力士、三星還在賺錢，利潤還是非常棒，那你就不用擔心。至少短期啊，咱们不能說3年以後，只是說現在。那我們昨天這個黑色星期五，實際上最着急的，我認為應該是胡適人這一下海水退去，看誰在裸泳，誰沒穿褲衩子。胡適的金融消費者，那這個周末肯定是吃不好睡不香，悔不該當初，恨不得把自己手給剁了，非要去玩，非要去炒。這下好了，夾住了。這個周一開盤不知道怎麼跌，人家那兒有實打實的業績的都在暴跌，你這個市夢率對不對？你這玩意兒哪個公司在賺錢呢？市盈率都2萬多，人家貨真價實的都在下跌，你這個講故事的能不跌嗎？還能扛得住嗎？
你這講故事的跌下去能不能起来就不好說了，那都是看命，很難起来。實際上我看的科创50已經從高點下来10%幾了，如果周一周二再來一個下杀，那超過20%就回調，超过20%熊市就确立了。大家還是注意，畢竟你這是講故事了，沒有實打實的業績。你這個一旦被套，你10年都解不了套。美股裡面其實也有一些股票，股價和自身真實經營業績有點脫節，但是這種現象在滬市那是比比皆是，那基本上都是這種現象。法國里昂商學院管理實踐教授李薇薇對記者表示说，這次更像是擁擠交易的強制降溫，不是存儲超級周期的結束。也就是存儲3巨頭集體暴跌，應該看成是一次回調，因為未來的市場需求依舊旺盛。存儲巨頭的下跌是上漲途中的正常回調，是市場在對前期漲幅、估值和倉位做一次集體再定價，而不是公司基本面突然變差。而且巨頭們在過去1年漲幅非常大，市場已經把他們從傳統周期股重新定價成 AI 基礎設施平靜資產。這個切換邏輯沒有錯，但短期上漲過快過猛，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觸發獲利盤的兌現。就是這輪存儲行情，李薇薇認為不能再用過去的 DRAM 漲價到擴產產能一增加就跌價這種老周期框架來研判。過去的存儲是消費電子周期，現在的存儲是 AI 算力系統裡的吞吐平靜。GPU 再強，如果 HBM 服務器 DRAM 企業級 SSD 網絡帶寬跟不上，算力利用率就上不去。存儲巨頭們的第一季度業績大幅環比上行，說明這是典型的產業利潤重新分配。所以這個李薇薇他認為這次下跌是一次健康的回撤，真正要警惕的不是一天跌多少，而是建議關注3類信號，一個是 HBM 長約鬆動， DRAM 合約價連續2個季度回落，雲廠商 AI 資本開支下修，也就是雲廠商他不願意再投錢了。目前這些信號並沒有出現，也就是說目前的半導體存儲下跌這個還是上漲途中的一次回調。有人這麼認為，產業趨勢沒有反轉。那大家關心的是存儲芯片泡沫到底還有多遠呢？一些警報聲已經響起。橋水基金創始人達里歐警告稱，當前席捲全球資本市場的人工智能熱潮已經顯現出典型的泡沫特徵，而歷史經驗表明，這類泡沫最終往往都會走向破裂。泡沫通常會在投資者開始兌現收益的時候破裂。在技術變革初期，企業很難準確判斷投資規模是否合理，因此通常面臨兩難選擇：要麼大舉投入資金爭奪市場主導地位，即便存在過度投資風險；要麼保持謹慎，但可能因此錯失市場機遇，並被競爭對手甩開。達里歐強調 ，AI 企業未來能否實現與當前高估值相匹配的盈利能力，是決定這輪熱潮最終走向的關鍵因素之一。在李薇薇看來 ，AI 確實有泡沫成分，尤其是在一些沒有收入、沒有現金流、只靠故事融資的公司裡，泡沫已經很明顯。如果把整個 AI 產業的看成2000年互聯網泡沫也不準確。說2000年很多公司沒有收入，今天的英偉達、微軟、亞馬遜、谷歌、美光等企業都有真實收入、真實訂單、真實現金流，區別很大。好了，這個是一家之言，大家自己判斷。我的意思就是美股科技股泡沫是不是破裂了，這個還不太好說，但是一定會破。這一次是不是破了，看上去不像，只是感覺。要等到什麼時候破，我覺得等到明年，也就是你不管是你這個環節裡面什麼是算力，還是什麼存儲，還是 AI 基建，這些 to B to B 這些賺錢，這個容易作弊。但是你 to C 要能賺到錢，那这是真賺錢，就是消費者買單，真的有消費者掏錢，這叫盈利模式。一旦有了，那可以。你比如說蘋果你吹得再好，如果消費者不買你的手機，那你沒有用。最終它的手機熱賣大賣，所以蘋果的股價上去了。特斯拉也一樣，你不管你吹的技術多先進多厲害，你那特斯拉汽車賣不掉，誰要你？你的 FSD 也一樣，如果你吹得再厲害，人家不用，最終是消費者買單。
也就是說，这個東西我們等到什麼時候呢？消費者去年沒買單，今年也沒買單，如果明年還不買單，那資本市場能不能等得及呢？你總得最後醜媳婦要見公婆，最後還是要消費者來買單。如果消費者一直不買單，那你這個就是一個故事。無論你把這個閉環在中間做得多長，英偉達把那個 GPU 賣給甲骨文，甲骨文把那算力、把那機房租給那誰？谷歌是吧？谷歌又去投資英偉達，英偉達賣 GPU 賺的錢，又再去投資什麼甲骨文，到时候就這麼互相來，對不對？那你說這個資本開支裡面有好多是重複的，那這是美股，美股好歹人家是要有利潤。我說的是胡適，大家還是要小心，胡適往上的上不去，講故事也講不上去了，往下的不甘心。胡適有一個長江存儲是吧？應該叫長興。合肥的大家也要小心。如果说它上市第一天被炒得太高，你就不要玩了。如果第一天上市價格還比較合理，不是太高，我覺得還可以去玩一下。因為未來這一兩年，這存儲這塊恐怕一直是缺貨，業績是有保障的。如果長興過於瘋狂，那就像中石油那樣的套你10年。好了，總體上我是不建議參與胡適，因為胡適它不光是業績問題，它不光是基本面問題，它還有其他的結構性的、深層次的、本質的問題。這些問題讓它跟美西方的那些資本市場完全不同。好，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。謝謝大家。